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16年7月14日。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创世纪27章18节到29节，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对象。什么人会当蒙福？什么人会当得救？这是传福音咱所需要来讨论的代志。特别是当咱看到这个新约福音书内底犹太人法利赛人经学教师甲祭司对外邦人排斥的态度，咱现代教会有会员制度，是毋是嘛带来对未信者的排斥？对伫宣教的呼召甲宣教对象是甚物人？过去的这个族群的老大得到祝福，是毋是其他兄弟姊妹就受到排斥呢？咱所看到亚国家用这个欺骗的方式来得到大囝的祝福，表示伊的阿兄失去了大囝的身份，是毋是伊就失去上帝的祝福？这值得咱的思考啦吼。创世纪27章18节到29节，雅各去伊的老爸遐讲：阿爸，以撒讲：我伫遮，我的囝，你是倒一个？雅各对伊的老爸讲：我是你的大囝以撒，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请起来坐，食我拍着的腊肉，食饱时通甲我祝福。以撒对伊的囝讲：我的囝，你哪会遮紧就拍着？雅各因讲：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互我真好运。以撒甲雅各讲：我的囝，行到我来，我要望你，看你点真正是我的囝以撒。雅各就挽近伊的老爸以撒，以撒就望伊讲：声是雅各的声，手是以撒的手。以撒分袂清楚，因为雅各的手有毛，亲像伊的兄哥以撒，就甲伊祝福，佮讲：你点真正是我的囝以撒。雅各讲：我是。以撒讲：你拍着的腊米芳来互我食，我通甲你祝福。雅各就芳互伊食，佮摕酒互伊啉。伊的老爸以撒对伊讲：我的囝，活来互我斟。雅各就进前斟伊的老爸，伊的老爸闻着伊的衫的味，就甲伊祝福。我的囝的味，亲像上主赐福田园的味。愿上帝赐福你天顶的甘露，互你的土地肥水，五谷甲新酒真济。愿万民拢服侍你，列国跪拜你。愿你统治你的兄弟，你的老母的囝跪拜你。咒诅你的受咒诅，祝福你的受祝福。耶稣基督伊呼召门徒，并毋是选遐的贵族啦、受教育的、有地位的。耶稣的门徒大多数是职业学校的，就是讲业余的，或者是去互社会排斥的、遐冒税的罪人。所以呢，伫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咱有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伊讲，迄时耶稣互圣神感动，满心欢喜，讲：爸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有学问的人藏起来，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爸啊，是啦，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爸以外无人捌囝是甚物人，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嘛无人捌爸是甚物人。耶稣活当心私底下对门徒讲：有目睭通看恁所看见的，迄个人真有福气。我甲恁讲，以前有真济先知甲君王爱要看恁看见的，也无看到；爱听恁所听见的，也无听到。有一寡地位悬的、有智慧的，却袂当看见上帝的启示，听到上帝的福音。福音是互遐个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人的。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查某囝着斟酌听，详细想，着袂记起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
王会乱无你会水，伊是你的主，你着顺服。他的人民会来送礼物，百姓中间好野人会来对你求温情。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你穿金线绣的礼服，伊穿绣花的礼服，互人带到伫王的面前。潘家的在小女随伫后壁来到伫你的面前，因欢喜快乐，互人带入王宫。你的子孙会续接你的列祖，你要设立你伫全地做王。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纪念，万民的永永远远称赞你。感谢上帝帮助阮看见福音的呼召，互阮更用较宽阔的心来传福音，也用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叫圣名求，阿们。